来关心，今仔日是5月19，白色恐怖记忆日。国家人权博物馆甲民间团体等等的单位，经伫咧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来办纪念活动，现场有放映白色恐怖相关的影片，也默哀少年受难者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让大家重视白色恐怖历史的记忆，提升人权的意识。听到念着名的政治犯，就是特别去用去枪决。回顾过去白色恐怖时期，经过无自由民主的社会气氛，当时民众生活在惊吓中，也有真侪受难者因此互关起来，也是死亡。为了纪念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，国家人权博物馆甲民间团体3伫519白色恐怖记忆日这天举办纪念活动。致上我们最深的哀思，请默哀30秒。捌遭受白色恐怖迫害，也是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，想到过去，心情也是真沉重。我的心情还是非常的沉重。这里是我熟悉的地方，我在这里被逮捕，在这里受到军事审判，惨绝人寰的这个历史会当来记忆，若无记忆。咱就唔知影讲，咱未来要行的路，应该要行安怎的路较好。就惊这段历史的记忆，随着时间会忘袂记的。创时外文化基金会用创作戏剧加舞蹈的形式，重现戒严时期历史的记忆。尽管台湾早已经戒严，不过依然有真侪受难者无都袂记这伤痛。那种恐惧呢，造成一个人在崩溃之后，还潜意识里面还会觉得说，我还是要藏起来，我要躲起来，所以把脸都涂满了那个黑墨，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表征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重视。除了各种的纪念活动，也有另外一寡白色恐怖受难者甲家属，伫公民团体陪同下办记者会，呼吁即要上任的准总统赖清德废除反渗透法，约谈与搜查，前往大陆进行宗教、学术、文化交流的民众，造成了民间百姓的寒蝉效应。519白色恐怖记忆日这天有侪场纪念活动，希望社会大众会用受到白色恐怖的历史记忆，也提升人权意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